大家好，我係游師傅。好多人都知沙爹醬係傳統馬來西亞嘅風味醬料，佢除咗有本身嘅香辣味道之外，亦都可以帶出食物嘅鮮甜，所以通常會用嚟配肉類。不過唔好以為沙爹醬只可以用嚟點串燒或者整打邊爐嘅湯底。今日我會用洋協成沙爹醬整一個馬來牛柳卷，有西餐嘅賣相，又有馬來西亞嘅風味，夠晒特別啦！將蝦蜜瓜切條，大約1厘米闊、5厘米長，加入洋協成嘅沙爹醬1茶羹，鮮檸檬汁1茶羹，醃佢10分鐘備用。牛柳片2片放平，加入蝦蜜瓜條，再捲成長條形，揸實，沾上生粉備用。燒熱油鑊，將牛柳卷放喺平底鑊嘅中央，煎到皮脆肉嫩，大約7成熟。加入洋協成沙爹醬4湯羹，仲有蜜糖、生抽。慢火煮滾之後，放入煎香嘅牛柳卷，用慢火收汁，就可以上碟啦。洋協成嘅沙爹醬加咗羅望子，有酸酸甜甜嘅味道，要嚟降低肉類嘅油膩感，加埋灼熟嘅鮮露筍，咁就完成啦。